下平静和安息，你是我心的满足。主慈爱的真理，你荣光照向我，包围我的身体，赐下平静和安息，让我感受你的爱，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，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在我心中是成为我道路，我只是成为我生命，就在这地献上敬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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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，在呼召我之处，我要献上敬拜，无论遭遇何时，依然扬声歌唱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经，加拉太书6章7节到10节。你们不要自欺，也不要欺骗上帝。一个人种什么，就收什么。他若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种，他会从情欲收取死亡；他若为着得圣灵的喜悦而撒种，他会从圣灵收取永恒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行善，不可丧志。我们若不灰心，时候到了，就有收成。因此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一有机会，就该为公众做有益的事。对那些在信仰上同属一家的人，更应该这样。以上。所以从以上的经文，我们得知，人生所做的一切，在神那里，一切清清楚楚。不可能我们过着神所不喜悦的生活，还能妄想得到神所给予的恩典应许。因为人无法对神隐瞒，甚至是欺骗。这一点，我们的先祖亚当已经身体力行的给我们演示了一遍。这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，要想得到神的恩典应许，就要行神所喜悦的行为。因为我们的一切心思意念及行为，在神那里全都无所遁形。别妄想种卜仔会生菜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就是上帝所给的定律。
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撒种，也都会有收成。问题是我们撒的是什么种，收的也将是什么。如果种的是属灵的生命，收的也必然是属灵的生命，反之亦然。所以我们若顺着肉体的情欲，也许是纵情声色、杀人流血，或是过着放荡的、拜异教偶像的、自私自利的生活，但其实若不以神为神，或是拒绝承认神，还是拒绝神做我们生命的主，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情欲。如此一来，便使我们离主越来越远，终将得不到永生的盼望，只能灭亡。可若是我们都是跟随圣灵的心意，为着基督的荣耀，来使用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、精力，努力去在爱中彼此来服侍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相互担当重担，等等等等，去过一个合乎福音的生活，将使我们靠近神，不止自己能得到永生的盼望，也能将这恩典带给我们身边的人，一同得到永生。所以属灵的生活有其一定的规律，若顺从肉体情欲而行事为人，所收取的将是败坏与死亡。反之，若顺从圣灵而行事为人，所收取的是生命与平安。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好心没好报，会因为神要我们去行的行为而承受不好的后果，也经常即使我们做得对，又帮助他人，却遭到不公平的对待，如冷漠和罪恶的行为，却反而被奖赏，而良善却不被注意到。但在这边，神对我们说，当我们的善行不被人注意时，神仍会看见。又或者说，当我们在努力的传福音，但却没有人接受相信时，让我们产生心灰意冷的时候，可以让我们知道，收获不必在我，只要我们传出福音的种子，在未来合适的时候就会发芽茁壮结果。也好比有人在爱情里面经常会问上帝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难道你已经离开我了吗？虽然失去了盼望，但还是有稳定的教会生活与服事，因为爱上帝也爱教会，所以愿意为此奉献出时间、金钱、精力，并期盼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。当时候到了，就会遇见了上帝为你预备爱主的另一半，去品尝到神长阔高深的爱，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美好，得到的将超乎所求所想。所以，当我们愿意相信上帝，专心一意跟着他，上帝就会按时候结果子。也正因为有神美好的应许，所以每一次行善的机会，无论是向外邦人，还是向主内的一家人，都是一次播种的机会，都是让未来增加一次收获，积聚在天上财宝的机会，也是更经历恩典的机会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世界，乃是属于你。我们在地上属灵的工，将一步步带领我们走向收成，更有10倍、100倍的祝福。因为我们是合神心意且忠心的仆人，我们终将走上荣耀神的道路，不只在教会服事，也在职场、家庭、生活、健康方方面面成为见证，亲身经历，好去传扬主的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